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。是我讲台语，我是等小鸟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出外讲台语，我是阿婷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一种咱伫个城市的路边搁常看到的树啊。我爱红红的呀。红红的哦，咱有当仔伫个路边拢有看到对吧？咱市内路边嘛有这种树啊哦，因叫做火灵菇，啊个一个名叫四色树。我要名叫做四色树。为什么叫做四色树呢？因为伊的叶啊是青色的，啊伊开花的时阵是黄色的。哦，伊开黄色的花的时阵足水哦，就是规条路，因为伊常常红摕来做咱这种路边的这种树啊，啊所以若是规排拢咧开花的时阵，规条路拢会黄黄安尼，足水的。啊，刷落来伊开花开了，伊就会结果，伊会结一种果子叫做熟果。啊，果子一开始是红色的。我要食迄种果子。迄袂使食啦，迄你有看过，你有叫过啊？伊其實是3片，甲伊的籽甲伊包掉的，包喺內底。我袂晓食。迄鳥啊愛食，毋過咱唔當。我要袂晓啦。我要咩？因為我干那一隻手啊，我要甲伊掰開，互你看。我想要变开，我想要有呢。我想要安尼甲伊变开。你要甲伊掰開。所以伊果子當發出來的時陣是這種紅色的，紅紅啊，有淡薄啊，一開始是粉紅色的，啊來色味會愈來愈紅，愈來愈深。吼，安尼咱頭仔講到3種色啊，對吧？來，你看這兩粒就是伊的籽。第4色就是咱後壁迄大筒，這種點仔其實攏是第4色，就是咖啡色的。伊的果子，像这就是伊果子到熟了後，內底的籽嘛到粉的時陣，就會變紅色的。啊，外口是咖啡色的。啊，有的人就講安尼做成個貓頭鳥的面有無？敢有是？貓頭鳥。我想要甲伊切在手。好啊，咱食个扣啊。好，我要甲伊切在那里雕。好，你会当甲这甲一寡其他的树枝，还是啥物，会甲黏做伙，就会变一只猫头鸟。好，啊，所以今仔介绍的这种可灵菇，就是4色树，就是咱头讲的青色、黄色、红色甲咖啡色，所以就是4种色。啊，这种树啊，足趣味哦，伊其實是咱台灣原生的，而且佫是台灣特有的種類。啊，伊伫个春天的時陣，咱會當發現伊的樹啊、樹身頂懸會有足儕紅色一點一點足細點的物件。啊，對啦，臭菇啊啦。我攏會講算笑，講迄叫枸杞臭菇啊，枸杞臭菇啊，因為伊攏一粒一粒。啊，毋過迄其實是伊的細漢的時陣，啊未發實啦。等啊伊實啊發出來的時陣，伊的實啊是烏烏的，啊身軀是紅色的，就袂規隻攏像細隻共款。細漢的時陣是規隻攏紅，較像枸杞。好，啊今仔日的介紹就到這。今仔日的可靈菇，啊嘛有人叫可靈公木亂樹，伊的華語叫做台灣亂樹。好，拜拜，謝謝樹，拜拜。謝謝樹，拜拜。